三世多杰羌佛，南無觀世音菩薩。我以至誠之心繼續恭讀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借心經說真諦第二部分，借經文說真諦。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修行法門頗多，修行法門呢有好多，我哋今天不一一去舉例子啦。不管邊一派嘅方法，都離不開修行嘅。我只列一個例子同大家講就可以圓明啦。就呢一個例子啊，轉換因果之先熟善因，就係點樣去修我哋嘅行方法咁多。咁樣我今日就講俾同學們聽一個方法嚟轉換因果，將惡因壓到後面去，讓善因先成熟，種大解脫之諸因，自然同同學們種下解脫嘅因子，就能消你哋無恥嘅業障。呢個方法同學們學咗之後要攞去用，如果唔用啊，仲係等於白講。掌握咗呢個方法，業障遠離，智光才能顯現，業障就能遠離，智慧嘅光明才能顯現，般若才能顯現，方能般若妙明，才能照見般若嘅妙明境界。此說並非不念經咒，不解經義。我呢度講嘅唔係要你哋唔念經啦，唔誦咒，唔修觀，唔去理解經嘅意思啦。老實同同學們講，心經係必須念嘅，而必須三業相應，一心持經，而且要三業相應，身口意嘅都要相應去念。心解經義，仲要理解心經嘅意思，悟其妙理，方為雙運之修。要悟佢嘅妙理，要將我呢幾日講嘅法嘅道理攞嚟融會響修行上面去修。要求解脫嘅人啊，首先必須具備真正嘅無常心、真出離心、真正嘅信願行、真正嘅界定位，要真正嘅，唔要假嘅。假嘅係唔起作用嘅，同學們必須係真正嘅。具此決心，方能真正按佛所說實行。具呢個決心以後，才能真正按佛所講嘅去實行。咁樣為乜嘢要真正嘅無常心呢？呢度又想同同學們淺揚幾句啦，因為未有理解到無常嘅境界啊，講咗半天係唔會生用嘅。無常心就係知道我哋嘅生命係不斷嘅響度死亡，一分一秒嘅不斷地過去，過一秒鐘又少一秒鐘。我剛才念嘅過一秒鐘呢個字，你又要少活咁多時間啦。現在我又講完，你又少活咁多時間啦。你唔會增加壽命嘅。咁樣死咗之後，你以後或者就聽唔到佛法。你話你做過幾多壞事？同學們啊，邊個敢話佢冇傷生害命？當然眾生係傷咗嘅。邊個敢話佢冇打妄語？邊個敢話佢冇響呢個世界上做過幾多業障之事？咁樣既然明白，下輩子就好有可能學唔到佛法，所以今生必須解脫。要解脫，咁樣就要有無常心。冇無常心，一切都係假嘅。有啲同學做世間法嘅事，積極得很，乃至全力以赴，想盡辦法做生意，呢度買嚟，嗰度賣，八方穿走，睇邊度有好東西賺錢，搏命去收購，可憐得很。比如有一位從西藏嚟嘅活佛，除咗賣法器，就係出售蟲草藏紅花，坐落嚟講佛法，正響度胡說八道，騙外行。一日攰咗就睡眠，根本唔修行，唔做功課，淨係響錦江大街邊打轉，睇有乜嘢文物可以賺錢，將自己嘅光陰全部浪費響呢啲私欲貪得上。人
一天一天老啦，走入無常啦，好快就會將佢拉到殯儀館去火化啦。佢仲喺度做發財美夢，太幼稚可憐啦。叫到佢學佛法嘅時候，佢就嫌攰啦。佢甚至於聽法嘅時候亦唔積極啦，甚至於三天兩頭嘅打魚曬網，亦唔用功，應酬性嘅嗰個係喺度走佛法嘅過場啊。同學們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，你哋願意做三大阿僧祇劫中間一個粒子嗎？一個原子分子嗎？只要你成咗其中一分子，就要將你擺弄幾多年，更何況你犯下咗幾多傷天害理嘅罪，殺生之業，你就唔係三大阿僧祇劫成就嘅一員啦。就算係你未有殺生，或者犯下咗其他不正業，等住你哋嘅亦係三惡道啊。所以你哋最後仲不一定能見彌勒菩薩龍華會。因此你哋今生就係要將自己練成爐火純青，以最好嘅修行得最好嘅佛法，讓你哋今生必須成就脫離輪迴。當然我有佛法教你哋，首先要有真正嘅出離心。冇真正嘅出離心嘅原因，就係未有奠定無常心先至造成嘅。我喺呢度同同學們講個公案。公案雖然好難聽，但係佢係一個事實嘅實例。有個出家嘅和尚，佢出家之後呢，當時就未有無常心嘅，只有出離心。佢覺得人世間係痛苦嘅，我必須要好好去學佛。咁樣要學佛，我就要將我呢個家裏面先斷掉，我先至去學。我首先就要離開我嘅妻子，我先至去出家。想到呢度呢，佢就斷然嘅唔通知佢嘅妻子，就出咗家啦。其實呢個係錯誤嘅，同學們。真正嘅學佛要心出家，唔能講離開自己嘅妻室兒女就要出家，要真正嘅心境達到出離世間，先至算達到。結果佢就走咗過場去啦。果然決心甚大，出咗家。出咗家不久以後，佢嘅妻子就知道啦，就知道佢嗰個妙子，就追嚟啦。追嚟，喲跳幾高，就話你太唔對啦！你竟然將我丟咗，我咁年輕嘅寡母吓，你仲安逸嚟學佛？咁樣佢就非常氣憤。佢想到我若係女嘅，你就唔會嚟嗌我啦。咁樣我正因為係男嘅，你就嚟嗌我，你無非就係想我同你過男女生活嘛。所以氣憤之下，佢就用佢個刀，一刀就將自己嘅生殖器割落嚟，就丟俾佢嘅妻子話：攞去，你要我還你，我唔要，我係出家出定噶啦。哎喲，當時血流遍地。好唔容易將佢搶救過嚟，你話佢好了不起呵，偉大呵！哎喲，眾人佩服呢個和尚，真和尚真了不起。呢一下就收咗好多徒弟，佢個徒弟啊收得多啊，特別係女弟子最多，覺得佢最了不起，最要歸依佢，最光明，最榮耀。結果佢冇出離心嘅。由於業力現前，淫欲所障，同樣使佢不能得到解脫。係呀，性欲同樣自然產生，產生之後抱住女嘅親咯，接吻咯，採取各種辦法就犯淫欲戒，不能性欲生活就採取其他嘅辦法。結果呢，佢做嘅業最大，仲比其他嗰啲和尚做嘅業仲要大。呢個就係冇無常心，不知道無常嘅緊迫，而白白將時間光陰度廢過去。第三世多杰羌佛說法，藉心經說真諦。今日就恭讀到呢度，無限感恩。
南無第三世多杰羌佛。